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南投水里的义民庙真出名，但是有真侪在地人唔知影义民庙甲客家文化之间的关联，所以水里客形象相关，特别来做调查，要找回而且来丰富在地故事。 水里乡的义民庙上早开始是为承德请来灵旗奉祀伫有需要的民众厝内，而且当年合资来起庙的大部分拢是客家乡亲。传说中的义民爷有灵有舍，香火是真兴旺。假如说有啲啊着祸乱啊啥呢，还得请去引导下菩萨呢。这边是义民爷嘛，哈，所以这跟客家的信仰其实有关系哈。所以我们非常开心，这一次的庙方的代表哈讲了非常多，就是在盖这些庙的一些历史故事。义民庙是在地有史以来所知影第二间起的庙，过去举办义民爷的圣诞，搁较互人号做是小过年。不过即马已经真侪乡亲唔知影义民庙甲客家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以水里客的形象相关，就特别来在地做田野调查。这边赚钱的民众跟客家是可以来这个地方赚钱的，同时间也是保平安。义民庙甲过去在地客家历史文化有真侪关系，不过即马已经渐渐失传，希望借即届的调查会当互在地客家文史搁较丰富。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